紧着感谢耶和华，因为伊是好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愿以色列讲，伊的慈爱永远伫地；愿阿伦的家讲，伊的慈爱永远伫地；愿敬畏耶和华的人讲，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我伫危急的中间求叫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应我，将我下伫宽阔的所在。有耶和华甲我伫地，我就无惊。人要设法伫我他外。圣诗67首，我心阿乐上帝，请起立来吟全首。咱三甲阿头来祈祷。至圣的天父，恩典满满的上帝，愿渴慕你的救赎，就那亲像鹿切切翕目溪水一样，吸引阮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，献上阮的感谢。伫你丰丰富富的恩典中，阮所经历过的每一人事，拢有你极其奥秘的摄理。阮所经过的每一个时刻，也有你的引带，保守阮平安来经过，使阮伫这个所在同心服侍欢喜。你讲万事互相效力，就是要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。伫过去的年日，我也来反省阮的信仰态度，
实在是亏欠。毋单单是伫生活上无活出真实信徒的品格，伫服侍面顶有时也冷淡，无气力，情愿所以外的来服侍。求上帝怜悯赦免阮的软弱，互阮伫你的光照中不断领受使命，诚侪严的特质来服侍众人，用你听世间人的心来学习听众人，激励阮通活出活泼的生命，是一个满有热情、满有愿望、喜乐的人生。愿深知阮的有限，求圣神上帝帮助阮，互阮定心立志，透过带主任牧师，为了教会，为了阮所规划的装备课程，愿意装备家己，不断甲真理相同行，成做一个宣教的勇士，互阮对伫面对宣教的要紧，你的话也勉励阮讲，伫至小块的事真重要，伫大的也真重。愿上帝你兴起你的工人，将你丰富的恩典甲祝福临到阮徛起的所在，互阮无论任何族群，拢有正任用祈祷来高举你的名，互你的名伫逐世代拢得到荣光。今仔日是总会所定客家宣教的主日。台湾是一个外来移民多元文化族群的社会，阮要常常为这个土地来守望祈祷。你是伫旷野开道路的上帝，只要阮愿意付出，伫你并无难成的事，互阮共同来关心客家宣教事工的要紧。今早起伫礼拜中传讲信息的罗牧师，求上帝你也甲伊同在，纪念伊的服侍，透过伊所分享的信息，互讲甲听的拢得到利益。但阮也特别为着阮躯体中因的肉体当着病痛艰苦的，求上帝你也来为因开路，减轻因的痛苦，来紧紧恢复健康的身体，继续甲阮做伙来学乐服侍。阮也为着生活当着困着的，求主你也施怜悯来恩待因，扶持因有信心来行头前的路站。但检查伫阮生活中也领受你济济恩典祝福的，求上帝你也加倍来恩待因，互因也时刻用感谢来到你的面前，你来学乐。原在阮所有的祈祷也是无完全，只是阮要做伙开声，用主教导阮的祈祷文，做伙来祈祷。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是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时平安的互阮，赦免阮的过犯，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。无去操犯日子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。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
课文第8篇，咱三甲来启用。耶和华是我的光，是我的拯救。耶和华是我活命的气力。虽然有军兵扎营要攻击我，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，有一件事我捌对耶和华求，就是一世人徛起耶和华的厝。因为患难的日，伊要暗中保护我，将我放伫伊布边较密的所在，当我的头壳得到压起。我要伫伊的布边献欢喜的祭。耶和华，我出声求求时，求你听。你捌讲，恁着翕目见我的面。毋通对我黄你的面。你平素是做我的帮站。因为父母离开我，耶和华，求你用你的道路指示我。圣诗255首，我有保护者伫身边，请起立来念全首。请坐。接续下，我要请
客语团结诗班，因要唱的诗是：有时因经过美丽安静河边。
愿所有的恶乐拢归荣光，互天顶的上帝。这时，咱要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5章第3节到第9节。耶和华甲因讲一个譬喻，假使恁中间若有人有100只羊，其中的一只迷失去，安尼要安怎？伊一定将其他的99只放伫草场，去找迄只迷失的，直到找到为止。第5节，一旦找到，伊就欢喜将羊放伫肩胛头，放转去。了后就邀请朋友厝边对因讲，来甲我做伙庆祝。我失去迄只羊已经找到了。小常，我甲恁讲，一个罪人的悔改，伫天顶的欢喜，要比已经有99个无需要悔改的义人所有的欢喜还较大。第8节，设使有一个妇人人有10个囡仔，失落一个，安尼要安怎？一定点着灯火来摒扫清气伊的厝，详细找，直到找到为止。一旦找到，伊就邀请朋友甲厝边，对因讲，来甲我做伙庆祝吧。我迄个失去的囡仔已经找到，上帝的话以上。今早起，罗斯要带予咱的信息是：找找失落的羊，请恭敬来领受。牧师、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真欢喜，今仔日搁一摆和咱三个敬拜上帝。每一当会当含伫客家主日的时，甲大家三个敬拜上帝。我拢主持第1场、甲第2场的礼拜，第3场拢是咱所敬听的培德牧师来主理。毋过今年伊甲我讲，请我来主理。我祈祷上帝，培牧师身体健康，继续成做咱客家的帮赞。咱三个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拣选阮，阮搁一摆来到你的圣殿敬拜你，恳求你的圣神伫阮的中间，安静阮的心，将你的话赏赐互阮，也互阮搁较明白你的真理。祈祷靠主的名求，阿免。我是总会的客家干事罗德庆牧师。今日咱的题目是找求失落的羊。伫即段的圣经节有2种人。一种人是当时社会所谓的罪人，即群人是主耶稣爱亲近的人，毋过是互人轻视的人。当中有税吏，伊互人看做是背叛犹太人的罗马帝国的走狗，还佫有妇女，是互看做是伫社会中厝顶的百姓，还佫有真侪的边缘人。这人也被称作属世的人，也是属伫即个世界的人，就是无属伫上帝国的人。伫法利赛人的规则写着讲，当一个人是属伫世界的时，伊毋通将金钱来托付互伊，也毋通相信伊的作证，也毋通将秘密泄露互伊，毋通委托伊做孤儿的监护人，毋通掠伊做慈善经费的管理人，毋通伫旅行中甲伊做伴。法利赛人严严禁止伫即种人的厝内做人客，也不准邀请遮个人到家己的厝。真明显，法利赛人真故意片面甲遮个无守律法细节人有接触。当然，伊嘛看见主耶稣
含遮个人做伙时，因无是真着惊，伫因的想法，天堂无容阮遮个人入去。当然，遮个人，遮个俗世的人，家己嘛感觉家己无配，因毋捌律法，也毋知影安怎实行解说遮个律法，所以因伫法利赛人的面前，会感觉真自卑甲污秽。因毋敢想象有一天会当得到上帝的恩典，罪得到赦免。佫毋敢想象主耶稣会亲自到因的生活中，甲因做朋友，听因的心声，摸因的空喙甲苦楚。佫有一种人，咱拄仔讲，佫有另外一种人，就是法利赛人甲经学士，因穿真整齐。真熟律法，解说律法，遮个人就是迄个时代的精英阶层。因看见主耶稣甲罪人做伙，感觉受到冒犯啊！因感觉耶稣一定是上帝的囝，上帝的囝儿到世间一定会遵守上帝的律法，所以主耶稣甲遮个罪人做伙，一定毋是上帝的囝。对法利赛人来讲，就要尽一生的力量来遵守上帝的法律，行出上悬的道德、生活的水准，安尼才会当得到上帝的救恩。即摆因听到遮个属伫世界的罪人会当得到上帝的救恩，这实在真无公平啊，也是不可思议的事。所以因就看主耶稣做眼中钉。用尽心思要来甲伊除掉，但是伫即个时阵，因也感觉出来，耶稣讲话是带着能力的，伊的行为甲心者，带互以色列人毋茫甲改变。伊渐渐有产生一股的力量，会当来对抗法利赛人伫犹太社会的宗教权威。主耶稣当然看出法利赛人的想法，但是伊来并毋是为着甲因冲突甲对抗，伊来世间是要表现上帝的疼。伊道成肉身的意义是上帝具体用人的样式活伫人的中间，并且用奴仆的样式来服侍人。伊同款疼法利赛人甲经学士，要将因对律法主义中来偷放出来，因为上帝的恩典是白白的恩典，毋是咱任何行为的奖品。第一，上帝看重每一个人。当时耶稣伫群众讲话的所在，检采有山羊伫活动，所以伊就用羊仔来做譬如，互军队伊的群众知影。伊对迷失的羊的责任，主耶稣讲：恁的中间，什么人有100只羊，失去一只，敢毋免将即个99只先放落来找求迄个失去的羊吗？牧羊人看重的毋是羊的价值，是每一只羊拢有同款的重要性。所以伊甲手内的代志先放落来，去找求迄只失落的羊。一旦找到迄只失落的羊，就将伊派伫肩胛头，小心保护伊，欢欢喜喜甲带转来。佮转来了后，就大声吆喝讲：我找到我的羊啊！你甲我相甲欢喜吧！主耶稣表明上帝的疼。表明上帝的心意，伊找求失落的羊，也就是表明上帝对失丧的灵魂是安怎切望来找倒转来。当然，羊毋是人，羊袂悔改，但是上帝可亲像牧羊人，切切毋望咱转来上帝的家。咱就是上帝的迄只羊，伊从来毋捌甲咱放袂记的。上帝总是予咱机会悔改归向伊。虽然咱的罪是真诶重，只要咱
悔改归向伊，上帝总是欢喜，咱会当转去伊的怀抱。咱有上帝的形象，咱是上帝的囡仔。今仔日主耶稣伫天顶的宝座，为着咱来祈祷，恳求圣神来帮助咱，互咱有气力为主来做工，互咱有知识的言语，会当讲出天国的奥妙，会当互失迷的人听见咱传讲的信息，来归向上帝。今仔日我讲的迄落羊，就是客家人客家人。今仔日伫台北、稳总，伫全台湾真侪无承认家己是客家人客家人的，我呼吁大家，让咱身躯边的客家人客家人来传福音。虽然咱有真侪的兄弟姊妹，毋过咱嘛要看重迄个客家迄只羊仔。伫上帝的羊条内底，咱要看重，咱要找迄只客家的羊，迄只失落的羊，咱要愿意付出代价来找到转来。客家就是迄个边缘人，上帝看重原住民，看重河洛人，嘛看重伫山里溪水边，抑阁有伫城市流浪的客家人，咱着爱将遐个分散伫咱的身躯边的客家人、客家人，甲找到转来。因可能毋是有钱人、有身份地位的人，但是因伫上帝的国内底，嘛是咱的宝贝。咱的双连教会有客家团契，做真好的、真水的事工。我深深感觉，咱是伫台北大都会中，咱的教会是上重视客家的教会，也是为着客家宣教来尽责任的教会。第二，咱爱谦卑，咱是罪人。牧羊人甲妇女伫犹太的社会的地位是非常卑微的。主耶稣的故事用因来做主角，是当时法利赛人甲经学士所袂愿意接受的。但是主耶稣讲，恁中间有甚物人有100只羊，失落了一只羊无拍拼去甲伊找咧？即个意思是讲，上帝的心意就是求罪人、失丧者、社会的边缘人。这个人就是人所看轻看袂起的人。毋过，上帝要互咱放下咱的偏见，有疼心甲怜悯的心。其实，伫上帝的目睭中，咱同款是罪人，咱嘛需要上帝的怜悯甲疼。过去，原住民甲客家拢是真卑微的，但是今仔日，原住民已经得到社会甲政府真侪的重视甲资源。咱实在真心为着因来欢喜。原住民的语言甲文化拢得到保护，但是客家的语言甲文化伫政策、政府的保护犹原真少。今仔日讲客语、讲台语，袂伫升学考试中来加分，也无法度伫就业考试中有保障名额。家长会感觉讲台语、客语甲囡仔的前途有甚物关系呢？就袂将母语当作是真要紧的代志。客家是台湾第2大族群，但是久长以来受到压制。对历史来看，因为历史中的闽客借道，就是闽南甲客家的一个相拍。客家人伫台湾历史中捌和河洛人相拍。客家人因为人数较少一点嘛，所以就拍输了，互客家人自卑，为着要家己保护自保，伫河洛人的地区就隐藏家己是毋是客家人，毋敢讲家己是客家人，搁话讲河洛话来讲家己是河洛人。今仔日我希望咱用加倍的疼。
伫耶稣基督内底来挽回客家人、客家人，互客家人抬头挺胸、自信，诚做咱所听的大家庭的一份子。咱的兄弟姊妹是咱厝内的人，虽然100个人中间一个嘛是要甲找倒转来，咱也要伫客家的文化、语言的保存中尽咱的气力，帮助客家将迄个宝贵的母语继续甲讲落去，迄个真好听的客家诗歌继续甲唱落去。上帝拯救的工作已经伫耶稣降临的时正式来开展。无论你是甚物人，你是甚物地位、崇香也是富贵，这对上帝来讲，拢是无要紧的代志，因为这拢转眼就会消失。只有伫上帝的国度内底，得到永远的性命，安尼才是有毋茫的代志。我知影，咱的成人教会伫客家宣教中已经真努力，毋过我嘛爱鼓励大家，咱毋是做已经教育，咱还有无教育，咱要谦卑，咱要搁较努力，咱永远要努力。因为上帝丰盛的祝福，嘛搁继续伫等待要互咱。上帝赏赐伫遐遐个丰盛，嘛要等待搁加倍来赏赐互咱。第三，咱有看见身躯比世上的灵魂吗？咱做上帝的学生，咱虽然毋通亲像迄个法利赛人共款审判别人，但是永远爱常常反省。是毋是欠缺亲像主安尼迫切要追求失丧者？咱是毋是有同款的热情，为着主、为着福音来活？亲像保罗热情为着主来活，伊宣告讲：我若无传福音，我就有灾祸啊！伊讲：软弱的人，我就做软弱的人，为着要得到软弱的人。向什么种人，我就做什么种人。无论安怎，我总是要救人。凡我所行的，拢是为着福音的缘故，为着要甲人相加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来学习保罗，我什么人传福音，我就做什么种人。我希望咱毋通失落当初。各族群传福音的热切的心，咱毋通失落迄个起初的疼心。我会记得，当我做传道师的时，是分发到家人中山教会牧会。迄是一个海港边仔的小间教会。迄个教会无便所，所以阮着爱去边仔的国小、仙洞国小去遐便所。我就真着惊，迄个时阵，我的先生师长甲我讲，这就是上帝予咱的教会，伊安尼鼓励我。后来牧会过程，教会嘛有经过真侪的困难，教会捌互风台、互风吹厝顶吹起来，伫遐爱用真侪钱来盖厝顶，大家意见纷纷，教会爱奉献，就真侪意见。迄阵就感觉真失望，有想要离开。我的先生依然甲我鼓励讲，这就是上帝予咱的教会，咱着爱尽忠努力。我伫遐牧会22年，一直到来总会客选做干事。今仔日，咱的成人教会，上帝予咱会听真丰盛。咱得到上帝听真多，所以咱的责任嘛真多，咱的赏赐真多，所以咱受托付的使命嘛真多。咱着爱勇敢、坚持，继续负起各族群传福音的使命。咱也要彼此讲，这就是上帝予我的教会，这就是上帝予我的使命。我要尽忠努力。第四，咱要追求失丧者，甲上帝同欢喜，追求迄个失丧的人，
亲像找求迄个失去的钱银啊。主耶稣互天父差派到地面上，为着要带领迷失的人恢复属灵囝儿的本性。伊疼咱每一个人。主耶稣也用一个譬喻来讲，伊讲有一个妇女，一个妇人人有10个银仔，伊碰见一个银仔，就是相当一工的工资，也是迄阵一只羊仔的价值。这个银仔，这个银仔是对伊来讲真要紧的，所以伊就点蜡条，摒扫规个厝，伫遐找，搁找，等伊找到啊，伊就真欢喜快乐，就邀请伊的厝边好朋友讲：我找到我的银仔，恁就和我做伙欢喜吧。阁有另外一种解释讲，古早的时，犹太人头壳妇女伫头额会挂一串即个装塔品，这是用银仔来做的。即个装塔品是订婚也是结婚的信物，虽然本身价值毋是真侪，但是挂伫遐是无价之宝。但是若碰见一个银仔，即个破链就袂当搁挂，就失去迄个完整性。所以伊就真拍拼伫找，决心要找甲着。而遐真认真伫找，到处规间厝找。当伊找到的时，伊就欢喜讲：我找到啊！恁甲我共款欢喜吧，因为迄个物件意义超过迄个钱的价值，因为伊是有纪念性的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就是迄个宝贵的银仔，客家的语言、客家的文化、客家的宣教，就是迄枚宝贵的银仔。今仔日咱的教会除了河洛人宣教以外，咱也要客家人来宣教。咱的客家的兄弟姊妹就是迄只迷失的羊，伊嘛是迄粒失去的银仔。我甲大家分享，真侪客家人伫台湾也是边缘人，伊住伫咱的城市的一个所在。伫台湾的历史中，客家比起其他族群的人较慢来到台湾，比河洛人甲原住民较慢来到台湾，所以才称来甲伊叫做客人客，较慢来，所以叫做人客，所以叫做客家人。或者真侪人讲是安怎客家人叫做汉人，叫做客人，因为较慢来一点嘛，变做人客。毋过今仔日伫主的内底，咱要甲邀请到咱的中间，伊是咱的大家庭的一份子，伊无搁做人客，伊是主人。伊就是咱的兄弟姊妹，所以咱要甲迄只羊啊，迄个客家的兄弟姊妹，甲找转来到咱的中间。伊无过是人客，伊是咱的兄弟姊妹。咱伫台湾的客家，阁真侪人也无认捌耶稣，也无接受耶稣，因是迷失的羊。这就是咱每一个人的责任。当有人悔改归向上帝的时，毋是上帝欢喜那点，天国的天使也做伙欢喜，咱嘛要做伙欢喜。咱的人生的价值，就提高啊！咱所做的，因为咱是参与上帝国永远的事工，咱为着客家的奉献，也有永远的价值。伫遮我要甲大家分享我所写的一首客家的诗。我想要甲大家分享一首客家的诗吼，这是我写的客家的诗吼。我要用客家话甲伊读出来，阮会当来听即个客家诗。我用客家话甲读出来吼。我拨了一个客家梦，梦中五彩缤纷，客家美丽的花朵从天堂飞下来。落在我的目珠，我的心，我的困，将迄力量，将迄痴心，将迄快乐的分享，在偏远的客庄，在行建修的客家心，我点状态咧。今不日就要真情的同你讲，将迄段状态版的客家乡，
将就迄拍摄嘅油桐花，穿裙结盘来看你。将就迄暗暝落皮蛋嘅太风花，充满温暖嘅力量。将就迄起白嘅真粉挑粉来试，有客家亲讲嘅味思。来发了一个客家梦，每啥客家人都以客家为用功。讲客话，唱客歌，诗客诗，在客家嘅天地里边永融自在，唔是空殿，无无比情，同每个族群和乐相处，彼此尊重、欣赏、成全，相亲相爱。挨不了一个客家梦，台湾人珍惜自家嘅母语，每个族群互相体谅，唔好唔记得阿妹嘅话。第二个，用爱哋故乡土地、语言、文化，使得阿妹嘅呢，爱哋亲生嘅阿妹，爱哋看母记，然后爱哋讲出来，希望想念爱嘅阿妹。我有一个客家梦，同我哋嘅原住民姊妹，在天国嘅宴席地杯，喊作美丽嘅祝福，也个最隆重、庄严、美丽嘅神父，做得做来跳草嘅主耶稣，我哋都係主耶穌嘅聖人呢。雖然膚色現在神父嘅圖騰有意思咧無強樣，但上帝嘅母祖宗，我哋強樣安講，我哋係親愛嘅武漢人，就是我的客家詩。我還有畫了一個圖哈，這個圖是我自己畫的啦。我畫吼，我要甲大家解說吼，這個綠色的心吼，內底有三個人，毋知看會清楚無吼？三個人啊，頂懸有一個十字架，這個三個人就表示原住民荷蘭人甲原住民甲客家人啦。咱佇上帝內底吼，咱就是一家人啦。閣另外迄個紅色的心吼，內底寫客家啦，吼 HAKKA， 咱就是。看到英文嘛，客家吼，HAKKA， 就是這兩粒心啦吼。這個花呢，就是油桐花安尼飄落下來，這就是你，就是迄首詩的意境。毋過這我畫吼，我毋是畫家，毋過我想要甲迄個畫甲畫出來。毋過大家講，迄畫的人足成理的呢。哎呀，那遐成理啦！我本来无安尼想呢，对。我想讲吼，甲大家分享，咱的时間真有限，我想甲大家分享2首詩歌。咱拢真愛唱，毋過即擺聽我唱吼。我唱497，敬拜上帝有智慧。敬拜上帝有智慧哈。敬拜呀，上帝呀，有子呀，非呀哩呀哟，分别在哪里呀？有子非，嘿哟民是哟，非呀有子非，敬拜呀。上帝呀，有子啊，非呀哩呀哟，愿你最有理呀，修是非，还有理最有啊，有子非。要搁唱一條啦。搁唱一條吼，660首是聖詩，客家聖詩的最後一首。這首是美濃小調，所以吼，我最愛唱這條，這條一定要唱給恁聽。身體看那種來體力用。
但发了表那参的是哦，爱的个是有神那盆，是错了家来心魔。天上的真神啊，有主啊真，在托拉子啊，主耶稣哦，救人的救是何有保重。咱做伙来祈祷，感谢上帝，因为你引带阮来到你的面前，搁一摆思考上帝国的真理，求你帮助阮，拍开阮的心，关心世上的灵魂，特别伫分布伫各个角落客家的兄弟姊妹，咱渴望因甲阮做伙享受上帝国的救恩，宝贵的福气。恳求你赐福相连教会。虽然侪的疼，侪的分享甲付出，但是上帝所赐的丰盛要搁较丰盛，加倍搁较加倍的稳定，坚固阮的教会手所做的工。每一个相连教会牧长甲兄弟姊妹，拢得到上帝疼探赐福，恩惠满满。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真多谢罗牧师带来遮尔好的信息的分享，然后咱大家搁较注意关心客家福音服侍的要紧。花园的诗275首，最好朋友就是耶稣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
大声欢迎头一遍到上帝教会来甲阮做伙敬拜的来宾。即使你若还袂伫外面爱望留名卡遐填写你的资料的，即阵伫你的座位头前遐也有来宾留名卡，请你填写了后，通交互奉献的执事，毋通甲落落去奉献地。即使你若对奉献的意义无明白的，请你毋免奉献。即点咱用奉献来继续咱的礼拜，请备办心来奉献。请起立，做伙来感谢。天顶阿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恩待阮，将你恩典真侪阮丰丰富生命的祝福，也感谢你，予阮有机会，也有能力来参与服侍。但阮伫你面前所献上的，求上帝你来圣化，真侪你国度开阔时光的路用。伫你面前献上感谢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免。
请坐。有几样事我来报告。本主日是总会所定的客选主日，嘛感谢总会客选干事罗德庆牧师代表前来本会请安。嘛请兄弟继续为着客家宣教中会的宣教开拓事工，以及客家地区的宣教福音事工的关心，来甲因带导甲奉献。第二项，对7月份开始，第2场到第5场的礼拜，就是花舞礼拜，要合并伫主日上午9点，伫10楼礼拜堂举行，请兄弟留意参加。再来有关牧区委员会消息，伫遮也有真详细刊登，请咱看周报来甲因关心。再来就是团契的聚会消息，伫第7页的所在。伫第2点，妇女团契的消息部分的第2项，北部大会妇女灵修会，伫6月20到22，就是拜2到拜4，要伫香格里拉东山河度假饭店来举行。有关讲师也是费用，拢伫遮有详细刊登。有意爱要参加的，请团契的会长罗桂凤会长来甲伊报名。过来第3点，就是团契联合聚会的消息，时间定伫下主日下晡12点50分，也就是伫这个所在。讲员是人权医师陈永兴院长，欢迎客友、会友兄弟，邀请新朋友踊跃参加。过来，请咱拍开周报16页，主任牧师的话，一个牧师的祈祷，请咱将这个周报带转去到厝，详细来领受。报告以上，接续请蔡主任牧师来欢迎来宾甲牧养带导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首先代表咱教会阁一遍，罗牧师感谢。今日是这个客家的宣教主日，咱做伙来关心这个客家的宣教。我甲客家有一点仔关系吼，因为阮牧师娘是客家人吼，爱系客家的西龙吼。我讲的迄个客家话吼，可能客家人听无啦吼。领我听有尔吼。我是客家人的囝婿吼，大家来关心这客家的宣教的事工吼。这我感觉真重要吼。咱伫台湾中间无共款的族群，拢应该爱领受福音。所以咱常常为着这代志来祈祷。伫遮我特别要来欢迎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兄弟姊妹。我伫遮介绍第一位陈淑玲小姐，好，遮后壁遮，欢迎你来。好。阁有一位翁宣义小姐，好，伫边仔哈，欢迎。阁有一位蔡佳倩小姐，好，伫遮。这个有一位对日本来的奥卡萨多米小姐，好，伊是这圣幼里的音乐总监哈。查某囝哈，因伫7月25伫咱的双年大学有一场迄个福音见证会，请大家也当利用这时间咱的报纸周报来参加7月25欢迎你来。咱有看到这个世军兄的遗嘱，就是万元兄夫妇甲建慧姐，因为伫咱的中间要来咱谢德社，咱有举办个别式。咱持续来为着这个家族来祈祷，愿上帝亲自安慰因。
请坐。其他到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的兄弟姊妹，若无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互阮伫圣殿中间领受你的话，也透过你的话来得到激励。主，阮知伫台湾无论啥物款的族群，拢需要对你遐来的福音，拢需要你的拯救。所以，阮恳求主你亲自感动阮，互阮明白安怎去分享福音，会当互所有伫台湾无共款的族群的兄弟姊妹，拢会当明捌你，透过你的囝耶稣基督来得到拯救。恳求主你，互阮会当无论伫汉人的即个汉人的事工原住民的事工，或者是客家的事工，拢会当做真好的事工来荣耀你，来祝福人。阮也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在座所有的兄弟姊妹。阮中间有心头忧伤、心灵创伤的人，求主你帮助阮，互阮透过你的安慰快乐得到帮助。阮也恳求主你保守看顾阮中间有心灵、肉体软弱的兄弟姊妹，求主你加添阮福源的快乐，互阮领受你大的恩典，也用阮的性命来做见证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拄则所介绍的新朋友，伫礼拜煞了后，请恁毋通离开，就到伫外面，还有一间贵宾室，互爱望的同工通来甲恁继续甲恁熟悉，顺续介绍咱的教会。祝福的诗513首，愿主赐福保护你，请起立来吟。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的统辖，圣灵的感动，同一点强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请坐，默祷谢恩，恭受差遣。